来看南投的消息，前南投县长李朝卿伫任期内涉嫌有真一件政府采购案以及洪灾、天灾等等有几百件公用工程的这案件内底，将这个收科比奖。检察官一个调查发现，讲李朝卿唔来伫洪灾相关的这个工程有共收科比奖，任何大大小小的工程拢要提一成，总共犯111件贪污罪，其中已经17罪判刑16年6个月，确定即马最高法院搁判其他的81罪，总共的这个刑期是450年4个月，确定。自从120月，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前南投县长李朝卿入监服刑，自当时支持者唔甘以宏观甲破利一直好，李朝卿永远坚持家己是清白的。李朝卿封关了后，目前申请保外就医。伊互检方查出伫咧担任南投县长的期间，涉嫌伫真济件政府的采购案以及洪台天灾修复案等等900件公共工程案，甲包商收空米奖，甚至连小工程嘛要降起一成的空米奖。其中，2011年莫拉克洪台，新木川连外道路修复工程的9460万的经费，李朝卿阁共收948万。全民力，全力南投，天和力。另外，伫南投举行的全民运动会，连场地布置甲奖品纪念品，李朝卿嘛要共收50万的空米奖。检方查出，李朝卿总共牵涉到111件贪污罪，其中17件已经判16年6个月定案，其他94件伫二审，有4件无罪，剩的90件合作81件，依照贪污治罪条例，每一件判5年到6年不等的刑期，总刑期450天4个月。李朝卿上诉，落尾予最高法院拍档的定案。发现李朝卿县长不管是抢修工程、灾修工程，甚至于一般工程，可以说是无所不贪。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洁身自爱，才能对得起选民对我们的期待。李朝卿2005年代表国民党东山南投县长，2009年成功连任，不过任期就也未结束，伊就因为牵涉到真济件弊案，和检调单位搜索。二审判刑了后，互开除党籍，落尾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